哇，動畫版喎，日本對瑞典嘅生死戰就出現，鈴木彩原，瑞典嘅艾蘭扎。可以把關咧，擊到鞋彈加速嘅打成嘅。咁馬來西亞球場亦都係今屆咧最多比賽約基利斯球場嚟㗎啦，會有9場比賽你會踢。但呢場唔定啦，今日仲係生死戰啦，即係日本同埋瑞典啦。今日都有作戰非常清楚嘅目標喺度啊。兩邊嘅旗幟。今次個陣容咧都幾今日咧睇嚟就有啲可用下嘅。好唔好咧？陣間再睇，不過睇嚟咧就。一都有好多嘅突破啦，咁啊陪大家一齊睇睇瑞典同埋日本嘅較量咧，亦都有前田大賢啊，個大撚。去到今場波第3場啦，到賽第3次比賽啦，咁啊睇住個積分榜嚟踢啦。咁啊呢一組有荷蘭、日本、瑞典同埋突尼西亞啦，咁啊荷蘭暫時有4分排榜首，日本就排第10，都係4分嘅。好啦，瑞典3分，咁啊所以瑞典咧兩場都有入波嘅，鹽田大地。阿大地哥，好大機會可以出線啊！但係日本咧，其實大家已經有4分嘅，好確保出線嘅，但係睇下係排第幾名出線，當然多謝大家嚟到海城啦，咁啊有日本總領事喎，日本總領事三個。頑張れ日本！頑張れ日本！日本隊加油！多謝總領事。多謝。感謝多謝收徒先生，咁我哋嚟啦，準備睇波啦，一齊為日本隊加油啦！日本總領事都嚟睇波啊！有面啊！我哋先聽聽咧，應該係日本